2026年秋天，在探索號跟翠明假期，見證最美的三合秋色。1:1管家服務，登船就有私人管家全程打點一切。公共區域重新定義奢華郵輪的生活美學，名廚主禮的環球美食驚豔你的味蕾。4間餐廳、3間酒吧、SPA、健身房，都滿足你的旅行期待。房間尺寸遠超同級郵輪，國際品牌床品衛浴，超大私人露台，讓你每天從山水畫中醒來。乘坐長江三峽唯一能直通升船機的郵輪，在甲板上感受這個世紀工程，體驗非凡的 VIP 服務。翠明假期重本升級，入住2026年全新開業華中首家武漢麗思卡爾頓酒店，入住重慶城市 C 位來福士洲際酒店，還有3間黑珍珠餐廳，武漢喜舍創新湖北菜，重慶首座公館熱辣江湖菜，重慶千月明素食甄選素食宴，全程俾你最奢華住宿跟美食。結束武漢、三峽、重慶嘅8天秋色之旅後，另可以選擇前往其他線路繼續旅行。A 線前往湖南張家界，感受神奇嘅阿凡達裸景地以及養生溫泉加極致秋色。B 線前往貴州，睇亞洲第一嘅黃果樹瀑布，再睇世界第一超級工程花崗大橋，仲有世界最大射電望遠鏡 FAST 中國天眼。C 線直達雲南，漫步金色銀杏街道，邂逅最美嘅騰衝時光，再到望市，瑞麗感受熱帶雨林跟中緬交界。早報名，最高優惠勁減2000元。2026年11月，翠明假期等你開啟最美秋季。